Hello， 大家好。前幾集咧不斷聽我讚溫哥華嘅風景好靚，其實咧我哋多倫多一樣有。今日就帶大家嚟欣賞呢一個金色森林。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分享。就係嚟咗 Courtright 呢度啦，呢度咧有幾條唔同長度嘅 trail 啦，俾大家揀噶。剛才揸車咧都要入咗大門之後咧都要係揸一少少時間咧先入到嚟停車場呢度嘅。我會建議咧係喺網上買定飛，咁就泊車會方便啲。如果唔係咧喺門口俾錢都得嘅。泊好車之後咧喺停車場側邊咧就得一條路嘅啫，沿住呢條路行入去就啱噶啦。行冇耐咧就會見到有呢一個遊客中心。入到嚟裏邊咧，唔單止有洗手間，仲有一個係賣呢啲禮品嘅地方，有好多楓糖漿、楓糖漿嘅蠟燭，睇下幾多錢先？20蚊，幾得意！禮品店入邊咧，仲有唔同嘅楓糖漿賣，牆上邊咧仲有幾個牌，係話俾我哋知咧唔同楓糖漿嘅濃度，等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嘅口味去揀。如果大家係想嚟呢度睇楓葉咧，沿住頭先嘅旅遊中心咧，就會見到呢一個亭嘅，穿過呢度行入去咧，好近就會見到噶啦。呢度咧有指示牌嘅 AM1 呢一條，沿呢一度入去咧就有楓葉睇噶啦。平時嚟呢度啦，當然係綠油油啦，因為我嚟嘅時候咧係10月啊，所以成個森林就變成金黃色，遍地都係落葉，行上去咧軟淋淋嘅。如果咧咁啱有風吹過嘅時候咧，會吹甩嗰啲葉噶。咁嗰啲楓葉咧就會好似落雨咁樣灑落嚟，直頭咧好似拍戲一樣啊！畫面咧好靚噶。Courtright 呢度嘅位置咧係喺 Vaughan 入邊噶，有325公頃，即係有幾大咧？大約就係等於有7738個標準籃球場咁大。呢度咧每年都吸引到10萬個遊客過嚟噶。平時我哋未必可以日日會咁親近到大自然，行到入嚟咧就梗係盡量放鬆，做多啲深呼吸，好好享受下森林浴。嚟到呢度啦，會發現啲葉唔單止係金黃色噶，仲有橙色啦或者紅色，令到呢度啲葉咧咁顏色豐富嘅原因咧，係因為呢度咧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樹，例如有白松啦或者係白蠟樹，仲有櫸樹。櫸樹嘅葉咧喺秋天係會變成金金地嘅銅色噶。另外咧仲有係紅橡樹，可能聽到個名咧，大家都會估到佢哋啲葉咧係會變成深紅色噶。當然唔少得仲有楓樹，佢哋啲葉咧係會分別變成紅色啦、橙色或者係金黃色。其實呢度唔止呢啲樹噶，呢度咧仲有好多其他樹或者係植物，可以咧我哋一路慢慢漫步，一路慢慢欣賞。園區咧都好細心，我喺唔同嘅地方咧都見到有楓樹相關嘅資料俾我哋參考。今次帶大家嚟呢度啦，係一個保護區嚟噶，所以入嚟咧係要收入場費嘅。我知道咧佢哋呢度不時會有啲 event 喺度搞噶，例如咧我覺得有一個幾有趣，就係春天嘅時候咧會有導賞員介紹傳統嘅楓糖漿同埋歷史，當然咧仲可以試食添。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咁就自己上返去網站睇啦。好多時咧，我哋去到秋天先會諗起去睇楓葉啊，行下森林或者去唔同嘅 trail。其實咧，除咗秋天，其他時間多啲親近大自然都可以攞到好多益處噶。例如係可以降低皮質醇啦，仲可以改善睡眠質素，同埋改善下情緒添。如果嫌頭先嗰度咧嘅楓樹唔夠紅，可以喺我哋嘅社區都揾到好多紅色嘅楓樹，兩旁都好紅。其實我上星期已經嚟過噶啦，不過咧因為落雨啊，所以我就冇落車。
咁今日就再嚟呢度行行。大家睇下顏色幾鮮豔，呢度咧成條路由頭去到尾，全部兩邊咧都係紅色楓葉嘅楓樹嚟㗎，好紅好橙，就算啦跌咗落地嗰啲葉咧，顏色都好靚㗎。全部都係紅卜卜㗎。可以唔使去到森林，喺我哋嘅社區附近，無論係 Markham 啦，或者係 Richmond Hill，都好容易揾到好多顏色好靚嘅楓樹。今年大家又有冇去邊度睇楓葉呢？有嘅話，留言話俾我知，等我下次呢都去欣賞下。今日條片呢就嚟到呢度，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分享，約定大家，我哋下條片見。如果想睇多啲我拍片以外嘅花絮或者生活點滴，歡迎去我嘅 IG 或者 Facebook。鍾意我條片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仲有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約定大家，我哋下條片見。今次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歡迎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記得幫我訂閱同埋 share 俾朋友仔。下條片見。